深水埗嘅管工返工快活似神仙，日日蛇王偷懶最叻就係敷衍，為咗交數湊夠數佢周圍整假案件，點知攞返幾年前嘅舊案件嚟翻炒，實在太方便。行到唔使行出街，就當自己做咗幾百單案件。原來不在現場一樣有危險，坐喺屋企都會突然之間中箭。苦主案發時根本不在香港，配合國策用合作大灣區去體驗，返到嚟先知自己變咗垃圾蟲，真係不知幾撚咁經典。食環署帶領潮流玩魔告，令人大開眼界，太驚險。最慘係告票完全冇寄去你嘅大門前，事主根本唔知自己一早已經中咗箭，因為冇交3000蚊罰款，搞到俾人通緝糾錯，莫名其妙被指控抗拒執法，簡直係神仙難辨。結果無辜被捕，被人拉咗上法庭，真係無端定要坐冷板凳，受盡煎熬，冇得沖涼，冇得刷牙，好幾天。食環署事後啦臨澄清，話冇賠押亦冇底線，講到自己好清白，個個職員都係純潔嘅天使化身在面前，但基層員工日日壓力大到要出蠱惑，去搞突擊檢查做假表演，如果唔係背後有票控數字設立硬性指標，要求天天都要創新高點，邊個會無聊都要用假資料去偽造告票，將自己前途徹底葬送兼作戰。原來不在現場樣樣有危險，坐喺屋企都會突然之間中箭。苦主案發時根本不在香港，配合國策用合作大灣區去體驗，返到嚟先知自己變咗垃圾蟲，真係不知幾得咁經典。食環署帶領潮流玩魔告，令人大開眼界，太驚險。各位出入境要小心啲，個人私隱安全，隨時被當做垃圾蟲喺法庭同你天天相見。原來不在現場一樣有危險，一樣亂咁通緝拉鳩你，通通冇法又冇天，拉你返去問話過堂好幾遍。